看一看啊，6000瓦的激光是不是有那味儿了啊？老客户发了套工件过来，镀铝镁锌的板材啊，要在接缝处满焊。小伙伴们可能不知道啊，普通的镀锌板在焊接时就已经会炸皮发黑了啊，镀铝镁锌肯定不用说，会炸得更厉害。客户也知道这点，所以想尝试用激光的工艺。但这个板材厚度已经到2.5个毫米左右了，就跟上期讲到的一样，大概3000瓦的功率能够满足啊。现在视频终端是我们下在机械臂上的2000瓦的激光啊，十足功率只要开到1.2千瓦，加上填丝，然后把这一抹黑给抹掉之后呢，焊缝成型还是很美观的。但容声估计是不够的，接下来试试大家伙6000瓦的激光，经过试焊啊，实际功率开到2.4千瓦左右即可啊，不然啊，在我们现场没有填丝的情况下，容易击穿板材。最后还剩着的板材也不要浪费哦，我们来试一试脉冲气网焊，看能不能击穿镀层。和预想的一样，炸皮夹渣，周围的镀层因为高热氧化都脱落了一部分，调整一下。但要是论容声和强度啊，脉冲气网焊还是最不用担心的，都交给客户了，让他自己定夺。